大家好，我是面壁先生。今日开始前，先带大家向下来做一下暖身运动。好，开始前先准备瑜伽垫，好，不用到踢奶风。先起到瑜伽垫顺空，双手往下延伸，好，感受一下我们的大腿后侧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双手支撑地面，好，向前行到你的手臂垂直地面，都要停一下，张行转来。好，要是动作有没有像毛毛虫？很多毛毛虫运动哦。好，来先准备做踢一下，好，翻下来，向前行，好，停一下，行转来。好，踢3度。继续哦，停下，行转来，好，最后一下，停下，行转来，好，踢你咋动作是弓箭步，好，那先右脚往前踏，好，那我们的右脚脚跟贴着地面，双手呢站起来，好，站到跳拿档高，先向我们的左片延伸，右片延伸，好，弯片，左脚站起来，双手站起来，左片，右片，好，这样转来，继续，站起来，左片，右片。好，转来，左脚，站起来，左片，右片，好，右脚，双手站起来，要记得搭配你的呼吸。好，换左脚，好，双手站起来的同时，好，我们的呼吸做吸气。左片，右片，好，右脚站起来，左片，右片，左脚，好，最后一下，撑住哦，左片，右片，好，大家做动好哦，接下来同来向下做躺下运动。你们那个训练很多上肢训练。开始之前，我们先准备一种垫呢。那这个椅脚呢，必须要能四肢稳固在地面上，然后我们的椅子必须要有椅背，好，才可以稳定好我们的身体。那还有一颗球，哦，一粒球诶，哦，那这个球诶，做得拿顺的那个球诶，没做得，好，那这个球呢，大小必须要能够单手掌握，好，所以给球诶，给膝不要打太薄，好，不要打太薄，让你的手可以单手持球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个动作呢，我们是坐在椅子上。好，那我们的椅子呢，不要坐满，哦，不要坐满，坐到1/2或是1/3的位置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的双手竖拿定球诶，好，都会呢胸脯，好，胸脯前面。好，那这个动作呢，我们可以训练到我们的肩条可以立标。好，那开始的时候，预备动作，好，拿定球诶，好，都压，好，准备，好，那开始之后向上推，好，把球向上推，再下来，好，往上推之后呢，要到我们的手肘伸直，好，伸直的位置。那记得我们的肩膀不要往上手，好。所以完整的预备动作，往上推，下来，好，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预备动作。好，那这个动作呢，我们要做10下，好，10下是1组，我们要做2组。好，大家准备好嘛？好，准备好了，开始训练了。好，准备，开始，往上推，下来，好，回到预备动作，上推。
第2下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加油哦！最后一下，10。哦，太敢做了，懂后哦。好，那我们在中间哦，组跟组之间呢，我们休息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的球呢，记得待会在动作过程当中，球记得要放在我们的泳突啊前面啊压片啊做预备的动作。那我们的上半身啊，记得我们上半身要挺直啊挺直。所以侧面看呢，我们的上半身是挺直的啊。我们会出现按你驼背给冲走啊，要记得了啊。正劈第2组啊，回到预备动作，正劈回4、1、2、3、4。好，记得搭配你的呼吸往上推，是吐气；6，好，下放是吸气；7、8、9、10。好，太卡做了懂后哦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2个动作。好，听你讲通奏，向下，向用黑手垫，好，手垫垫内，好，那我们的双手，刚才是双手持球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变单手，好，变单手持球，先用我们的 U 束，啊 ，U 束拿 Q 位，拿定 Q 位，那我们的双手呢，往外开，好，让我们的前臂朝向正前方，好，这个是预备动作，那一样我们的上半身记得要挺直，啊，挺直，好，那我们完整的动作是往上推之后，一样到手肘伸直的位置，把球传到咒术，哦，张边下来，哦，按你黑1度，好，向用周10度，哦，10度，好，再往上推，再回来，好，这样子左右这样子来做传球的训练。那这个动作呢，一样会训练到我们的肩膀，好，肩头给力量，好。太嘎，转劈后嘛，好，转劈后溜，转劈回4，往上推，好，下来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往上推，记得要吐气哦。9，U 束，好，太卡做了懂后。好，那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，记得要搭配你的呼吸。好，那我们在上推的时候呢 ，QA 送气，好，这个时候我们是做吐气的动作。好，那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做吸气的动作。好，记得要搭配你的呼吸。好，再来你的肩膀，好，记得肩条不要做耸肩，哦，不能出现耸肩，往上推再下来，好，记得你的肩膀要稳定，好，稳定的做上推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准备进入到第2组，好，正劈，回4，往上推，吐气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好，最后一下，加油哦！好，太卡做了懂后哦。好，那我们到这边2个动作就已经结束了哦。好，有没有感觉我们的肩条有一些酸酸的啊？有酸酸的感觉，表示你有用到肩条跟力量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3个动作啊，第3个通走。第3个动作呢，我们一样是用我们的右手来抓球，好，把我们的手肘
直，好，手肘伸直，左手也伸直。好，等一下我们传球的位置呢，一样是都调拿档骨，好，张不用下来，好，张传到右手，不用下来，好，用左右这样子做传球的动作。好，那一样我们的上半身记得要挺直，好，不能出现驼背的动作。好，泰嘎正劈，好，回式，咒术1、2、3、4，加油哦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哦，泰卡做懂后哦。好，那我们的球记得我们在传的时候，好，确定，好，比如说我们的右手往上举，好，传到我们的左手，那要确定我们的咒术有拿后张不用下来，好，那你看安全，好，右手拿后张不用下来，好，好，and 正劈踢捏住，正劈，回式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好，做的看一下 Q 诶，8、9、10。哦，大家做动好哦。好，大家休息一下，and 洗下水。好，今日嘅动作训练动作很多上肢训练融入球。好，那开始之前，先正劈一种垫呢。那这个椅子呢，它4个脚必须稳固在地面上。好，那必须要有椅背来做支撑。好，那再来准备一粒球诶。好，那这个球必须要是单手可以抓握的。好，那气呢不要打太饱。好，要单手可以抓握。然后如果打太饱的话，你的手可能会抓不起来。好，所以气不要打太饱。好，再来这个球的大小呢也要注意。好，如果大到没办法单手掌握，啊也不行。好，所以球的选择要记得。好，没做点拿顺的给球诶。好，没做点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个动作呢，好，抽垫，好，走到垫的红。那我们的椅子做1/2或是1/3都可以。好，那开始的动作呢，我们先把我们的上半身挺直。好，所以侧面看的话，我们的上半身挺直的，好，不能出现驼背的动作。好，背部要出点力，好，包一种出力，好，出力，好。那再来我们的手呢，先用我们的右手拿球诶，好，拿垫球诶，手肘伸直，好，那我们左手也伸直，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在胸前来做传球的动作，好，那待会呢，我们在做传球的时候呢，必须是在胸前做传球，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运用到我们的手臂，啊，手给力量，啊，手臂的力量，内侧的力量。好，来做出力，啊，所以吐气的时候啊，搭配我们的呼吸啊，做往前做吐气，啊，往外开的时候呢，做吸气的动作，啊，这样子从右手传到咒术是1下，啊，我们要做10下，并且做2组。好，再来正劈后忙，好，都正劈通奏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，吐气，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
好，大家做都懂后哦。那第一组我们就完成了。那等一下在做的过程当中呢，注意你的上半身啊，记得要挺直，好，不会弄出力。好，再来我们的双手呢要伸直，手肘要伸直。好，那在开始之后呢，才做手肘弯曲的动作。那弯曲的时候呢，就会运用到我们的手臂的肌肉啊，所以在做的过程当中，可以感觉一下我们的手臂内侧这个肌肉有没有在出力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准备做第二组。好，准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加油哦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搭数，台卡做都懂后哦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二个动作。好，那第二个动作呢，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球啊拿定，哦，松树拿定球诶，哦，都安尼降起前面，啊，要去预备动作。好，那我们开始之后呢，我们的双脚啊要站立，啊站起来，并且双手呢送球诶都头拿当狗。张抽下来，好，按你黑一刀，好，我们也一样要做10下，并且完成2组，好，所以等一下要注意，我们在站起来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双腿要站稳，啊，站稳之后呢，再站起来，啊，那我们的双手推的时机点呢，是在我们双腿还没有完全伸直之前，就做往上推的动作，好，所以完整的动作呢，我们会是。球拿稳，好，我们双脚站稳，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双脚已经有点稍微向地面出力了，好，那我们双手球拿稳之后呢，腿出力，好，球往上推，好，慢慢的不用下来，张抽下来，好，这样子做完成1下，好，那准备，开始，1。好，慢慢的做哦。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加油哦！8、9、10，好，搭数，大家做懂后，好，那我们第一组就完成了，好，那等一下第二组在做的过程当中呢，要注意我们的双脚呢站的位置哦，不要站得太远，好，记得我们的双脚至少不能超出90度，啊，最多就到90度的位置，好，你要90度。再往内踩一点的位置也可以，好，那我们的双手就持球拿稳，好，那记得我们在往上的时候呢，是做吐气的动作，蹲下来的时候再做吸气的动作，好，第二组，准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抽下来，天天的抽，8，吐气，吸气，最后一下，加油！哦，大家做都懂后哦。好，那我们2个动作就已经完成了。那第3个动作呢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双脚脚切条蠢撑，好，我们用我们的脚跟去着地。那我们的双手呢，一样拿定球哎，好，我们会需要运用到我们的腹肌的力量，好，双手拿稳球，
好，我们的上半身往前延伸，好，用 Q 去碰我们的脚背，好，碰到脚背之后再回来，好，回到我们的预备动作。那我们的预备动作就是上半身一样是坐直，好 ，point on 出力，好，双手呢往前伸，手肘伸直，好，这个是预备动作，好，所以预备动作的时候呢，应该会感觉到我们的眼条会出力，好，因为要拿 Q 好，拿 Q 会出力，好，再来预备动作的时候呢，好，一样我们的呼吸要维持，好，不要憋气哦，好，记得不要憋气，好，所以好再做示范一次，好，吐气往前，好，碰到脚背回来，好，这样子算完成一下，好，一样我们要做10下2组，好，准批，回4、1、2、3、4、6，下去吐气，8、9、10。好，泰卡做了懂后哦。好，那记得我们的上半身要一样维持挺直。好 ，point on 会出力。好，我们双手呢，在拿球的时候，我们的肩膀点头会出力。好，维持我们的稳定。好，那我们准备进行下一组。好，一样，我们的双脚脚跟放在地面上。好，不用到踢奶红。双手拿定球好，手肘伸直。好，准批，回4、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，加油哦！最後一刀，10，好，大家做到動好哦，揾隻腳踏住，好，大家休息一下，洗下水，要記得休息咯。